2026馬年生肖牛全年運勢解釋。各位屬牛的朋友注意了，2026年對你們來說是一個穩中有福、吉凶參半的關鍵年份。先閱結論一句話，不是大起大落的年份，但守得住的人最後一定有收穫。生肖牛丑對應出生年份：1937、1949、1961、1973、1985、1997、2009、2021。今年分別是90、78、66、54、42、30、18、6歲。不論你在哪個階段，2026年的主題都很一致：穩、慢、別急。整體運勢3星半，偏吉。今年屬牛的朋友，貴人運其實不弱，因為又遇得貴人天喜吉星照臨，代表什麼？有人幫你，有人拉你，關鍵時刻總有人出手。只要你不亂衝，不逞強，很多事情會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到位。事業運3星半，今年工作上最重要的4個字：守正不貪。你會發現工作機會有，貴人也在，但節奏偏慢，不適合急轉彎，不適合賭一把，尤其不建議貿然換工作，替人背鍋或替人作保。子權提醒一句很重要的話：今年你不需要拼命表現，而是把本分做到極致。財運3星，財運是進得來，留不住一點點的類型，正財穩定，但要小心2件事。第一件事是小破財，第二件事情是因人情、朋友而花冤枉錢。今年有小耗星，錢不是一下子沒，而是慢慢流。重點提醒：不要替人擔保，不要輕信合作。感情運3星，感情方面屬於平穩，但要多溝通的一年。有伴者容易因生活瑣事、金錢觀念起摩擦，不是感情變差，而是壓力變多。單身者桃花不是沒有，但來得慢，屬於熟人介紹，慢慢發展型。健康運2星半，今年唯一要多注意的是身體小毛病，不是大病，但容易疲勞、小病拖久。腸胃、睡眠、免疫力下降。子權提醒：能休息就休息，別硬撐，身體就是你今年最大的本錢。化解與開運建議重點：守護能量，建議佩戴虛空藏菩薩作為守護神，有助於穩心、防小人、護平安。5行開運，佩戴5行開運手串，可增強整體運勢平衡。環境風水很重要，今年屬牛的人，環境就是運勢放大器，居住空間要乾淨、通風，財位要亮，不要堆雜物。空間對了，貴人才會進來。子權總結一句話：2026年對屬牛的朋友來說，不是拼輸贏的一年，而是拼穩不穩的一年。穩住了，後面的好運自然會慢慢走到你面前。2026年對屬牛的朋友來說，不是拼快，不是拼狠，而是拼誰更穩，誰更會規劃。運走得順不順，關鍵不在運氣本身，而在你有沒有在對的時間走對的方向。如果你希望有人幫你看清人生節奏，提前佈局事業、財運與居家風水，子權老師都會是你最值得信賴的顧問，為你看運，為你佈局，讓每一步都走在好運上。